馬來西亞嘅分層大廈嘅呢個法律流程、角色、權力全部講清楚。1974年，咁呢一部咧法律咧就係危樓專用法啊。咁呢啲錢咧係唔可以濫用嘅喎，就唔係我中意換啲咩嘢就換啲咩喎。再唔還咧，佢就出律師信。咁律師信你都唔理嘅時候咧，我就民事追討啦。咁呢個時候就 SMT 入嚟㗎啦。咩係 SMT 咧？就係燈飾咧，即係都係佢咧第一次坐響盞燈下。大家好，歡迎翻嚟收睇尼古樂斯嘅 channel。咁今日咧，我要同大家講下，如果你係呢個馬來西亞有呢個 apartment condominium 或者 SOHO service residence 寫字樓或者商場嘅業主，你一定咧聽過以下嘅呢啲問題嘅。點解個電梯一直壞？外牆漏水，邊個負責？咁啊，管理層咧亂收費點算好？又或者乜嘢係 JMB？乜嘢係 MC？乜嘢係 SMT？又或者 COB 又係邊位啊？冇擔心啦，咁呢條片咧，其實我會從零開始咧，去最簡單、最白話嘅方式咧，去分解或者去講解俾你知道，將馬來西亞嘅分層大廈嘅呢個法律流程、角色、權力全部講清楚。係啦，冇錯。咁啊，第一咧，其實成個系統 system 咧個核心法律咧，我哋稱為 SMA 2013。SMA 咧就係 Structural Management Act 2013。咁只要你住嘅係高樓啊、公寓啊、service residence 啊、服務式公寓，或者係 data guarded 嘅分層寫字樓啊、商場 mixed development。咁依家有啲地屋咧都係分層嘅喎，即係有管理層有圍牆圍上嚟。咁啊 structural title 嘅 landed property 啊，咁你就要記住呢一點啦。記住咩咧？最重要嘅咧，呢個法令只有一個，咁啊就係頭先我講嘅分層管理法令2013。即係簡稱 SMA 2013 Structural Management Act 2013係啦。咁啊，再配合其實啲咩咧？兩條唔同嘅呢個例啦。咁呢兩條例咧就叫做Structural Management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015。咁就係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015。第二條咧就係呢個Structural Management 嘅呢個Tribunal， 簡稱叫做 SMT Regulations 2015啦。咁有兩個 structural management，OK？咁所有嘅呢個管理費啊、維修基金啊、meeting 即係會議啦、JMB、MC 嘅權力、流水糾紛、仲裁嘅呢個程序，全部咧係嚟自呢一套法律嘅。第二咧，另外有兩部即係相關嘅重要法律。咁呢兩部相關嘅重要法律咧，第一就係呢個分層地契法令啦，1985年嘅 Structural Title Act 1985。咁係主要咧，其實係管理咩咧？佢係管理呢個分層地契啦，然之後呢個 share unit， 即係我哋講嘅 share unit 嘅話咧，其實就係你嘅單位嘅份額。咁啊，管理公司我哋叫做MC 嘅成立嘅流程會係點樣啦？咁如果用一句話去總結嘅咧，就係咁。如果係地契同埋你嘅單位嘅擁有權啊 ，OK， 咁咧就係呢個 Structural Title Act 去管理嘅。咁另外一條咧，道路渠同埋建築法令。咁啊，道路渠建築法令咧，響英文就係 Road Drainage 同埋呢個 Building Act 1974年。咁呢一部咧法律咧就係危樓專用法。咁佢管轄嘅範圍裏邊咧，其實就係個結構嘅安全啦，又或者係個危險建築啦，地方政府咧，可唔可以強制你維修或者拆除咧？係可以嘅。如果你嘅呢個高樓咧、公寓嘅 condominium 咧，或者係 apartment 咧，有裂縫好嚴重或者有倒斜、倒塌嘅傾向咧，呢個市政廳咧一知道之後，即係去 monitor 到，去睇到啦，佢就會用呢個 Act 133咧去揾你噶啦。以前有一部咧就叫做Act 663嘅，即係2007呢一條法律咧就叫做建築同埋共有財產維修與管理法令2007。咁呢條法令咧已經被廢除啦。但係喺2015年嘅時候咧，佢已經被呢個SMA 2013完全取代。咁而家咧，只有係處理舊案嘅呢個舊 case 咧，先會用到佢，先會提到。係啦，咁啊分層管理嘅呢個運作流程咧，由發展商去到 JMB 再去到 MC。係啦，咁我會逐步去講啦。咁呢個分層大廈嘅管理生命週期咧，其實有分幾個階段嘅。通常你一攞到你買樓嘅時候咧，
咁發展商第一年嘅時候咧，呢個係由發展商嘅管理嘅第一個階段啦。咁啱啱交樓未成立 JMB-MC 之前咧，呢個所有 common area 即係大家 share 嘅一個公共領域嘅地方咧，係由發展商咧去負責嘅。第二個階段咧就有呢個聯營機構啦 ，JMB（Joint Management Body）。當業主開始入住嘅時候，又未有 MC 成立嘅時候咧，就會先成立呢個叫做 JMB 嘅，冇錯。咁佢嘅職責咧係包括啲咩咧？佢嘅職責其實就係包括咗去維護呢個 common property。即係公共領域啊，包括走廊啊、泳池啊等等嘅。咁去維護呢個 common property 嘅時候咧，佢就會用呢個管理費啦，就加埋呢個sinking fund。咁佢會僱用啲保安啊、清潔啊、工人安排維修啊，甚至乎佢嘅職責咧係召開每年一次嘅好似公司啲股東大會，我哋叫 AGM 或者 EGM。咁 AGM 咧一年一次啦。咁如果係有啲嘢未解決咧，臨時要再去開會緊急會議就 EGM 啦開。咁啊，會公開呢個 JMB 就會公開條數啦，即係管理呢個大廈需要幾多錢。咁呢個係一個過渡管理層嚟嘅喎 JMB， 佢唔係永久性，佢都唔會永遠 stay 喺度嘅。第三個階段就係 MC Management Corporation， 係啦。當你個分層地契，你擁有權嘅一個地契出嚟之後啦，政府話 OK， 你嘅地契可以轉戶啦，可以過戶啦。MC 就正式成立啦。咁 MC 咧先係呢一世管理層嘅呢個核心，佢會 forever stay 嘅。咁所有嘅呢個 facilities 設施咧，最終嘅責任嘅單位咧就喺呢個 MC 嗰度啦。係啦，所以講一次，由發展商去到 JMB， 再之後去到第三個階段 MC， 所有外牆啊、電梯啊、泳池啊、屋頂啊、停車場啊，全部咧都係由呢個 MC 嚟管嘅。係第五樣嘢咧，就係當管理費同埋sinking fund咧係點計嘅咧？嗱，其實法律咧定得非常清楚嘅。每一個單位咧，其實就會以呢個單位嘅分額，即係 share unit 咧去計算嘅。OK， 就話好似一個大蛋糕，我10個人分，咁10個人分就即係一人1/10啦。你話中意邊個貴啲，就邊個貴啲，係你嘅 share unit 寫喺你嘅地契入邊，你嘅 structure title 入邊咧，佢決定咗你每個月應該俾幾多錢嘅。即係有啲人買嘅單位大啲，有啲人買嘅單位細啲。咁呢個維修基金咧，一般係管理費嘅10%。比如話你每個月嘅管理費500蚊，咁啊10% 就50蚊，你每個月就要交550蚊。嗱，呢筆錢嘅sinking fund咧，只可以用於大維修，例如咧成座大廈重新要重做防水嘅工作，或者外牆咧粉呢個去油油啦，去粉索一次，係啦。咁呢一個工作包括大樓嘅呢個電梯要維修啦，又或者係要更換嗰個水箱嘅水泵啦，咁呢啲錢咧係唔可以濫用嘅喎，咁就唔係我中意換啲咩嘢就換啲咩嘅喎，係嘛？咁佢係要有個責任喺度嘅。第三咧，如果有人拖欠管理費會點咧？管理層可以做啲咩咧？其實可以加利息嘅，即係你呢個月冇還，佢又加多幾蚊，加多10幾蚊，咁啊如此類推咧，佢加埋上去嘅時候咧，就越搭越多啦，利搭利係嘛？跟住之後你再唔還咧，佢就出律師信。咁律師信你都唔理嘅時候咧，我就民事追討啦。咁呢個時候就 SMT 入嚟㗎啦。咩係 SMT 咧？就係中宰庭Structural Management Tribunal， 專係管理呢一啲咁嘅 case 嘅。佢嘅限額咧係25萬樓下以下，超過呢個數目咧要去法庭㗎啦。咁 SMT 嘅裁庭咧，呢個裁決咧係等同法庭嘅命令嘅喎，係非常有效嘅。咁第6咧就係重要嘅決策咧係必須由呢個 AGM 同埋 EGM 去通過嘅，亦即係你哋大家業主揀出嚟嘅嗰班人咯。咁任何大筆嘅維修項目咧，例如外牆要重做啦，馬來西亞最多㗎啦，因為啲樓都唔會最舊都可能50年有啲10年咧就會重新油一次油，重新油漆係啦，或者係加啲加棚啊、雨棚啊、大風大雨啊，或者係換電梯啦，最常見嘅即係可能5年後、10年後電梯唔再 function 啦舊啦，咁大型嘅防水工程，因為日曬雨淋，咁肯定係要再做防水啦，咁就必須要經過一個程序嘅一個流程嘅，咁呢個流程係咩咧？首先呢個 MC 咧就要發出通知，咁發出通知嘅時候咧，佢就要確定咧係有法定嘅人數 quorum。如果冇法定嘅人數咧，係唔可以舉行呢一次嘅會議嘅，係咪？咁佢大家咧嚟到呢個 AGM 嘅時候咧，就要去投票啦，普通嘅決議啊、特別嘅決議啊，即係 agenda 咁如果程序上有問題咧，如果喺個咁嘅 meeting 入邊遇到問題點搞啊？其實你可以去到 Commissioners of Building， 即係投訴簡稱係 COB 啊，係啦 COB。咁呢個 COB 咧係政府嘅部門嚟嘅。咁你可以申請去 COB 投訴，然之後申請去 SMT 取消嗰個 agenda， 即係 AGM 原本佢哋要開會嘅嗰個決議嘅議程咧，你去投訴，跟住取消個議程，唔俾佢哋進行呢個會議，係如果係有問題啫，我話如果
係啦。咁如果管理層咧唔執行呢個 SMT 中裁庭嘅呢個命令嘅話咧，會發生咩事咧？嗱，呢度咧就有好多業主唔知道嘅一個重點啦。當你唔遵守 SMT，即係等同法令嘅命令嘅時候咧，係等於刑事罪嘅，可能面對咧最高嘅罰款咧係25萬，甚至乎係3年嘅監禁，係啦。而且如果你唔去 settle、唔去解決、唔去服從嘅話咧，每日咧仲會再加罰款、再加罰款。所以 SMT 嘅呢個命令咧係等同於法院嘅命令，係好嚴重、好 serious 嘅。所以佢甚至乎可以扣你管理層入邊嘅戶口嘅錢，強制執行嘅，即係可以將你 management 入邊有嘅錢咧嚟繳交呢個罰款嘅，係冇錯。咁第8咧 COB 係咩咧？點解對我哋咁重要？嗱，如果你嘅 condominium 咧，呢個管理層入邊咧最關鍵嘅一個角色之一就係呢個 COB 啦。COB 就係等於 Commissioner of Buildings， 就係建築物嘅呢個專員啊。係，咁佢係呢個 local council， 即係我哋所謂嘅市議廳啦、市政廳嘅內部處理分層管理問題嘅一個法定機構嚟嘅。嗱，例如咧響吉隆坡咧，我哋有叫做 DBKL， 就係 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Dewan Bandaraya 咧就係市政廳嘅馬來文啦，裏邊嘅 COB 啦。咁去到雪蘭莪州嘅 PJ 咧，咁又有 MBPJ Masjid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PPJ 嘅 COB。咁去到Subang 咧，去到巴生咧 Klang 咧，有唔同嘅呢個市政廳嘅 COB 啦 ，Commissioner of Building。所以每一個市政廳入邊都有佢個專員嘅。咁 COB 嘅呢個法律權力咧係來自呢個法令 SMA 2013頭先講過嘅。所以佢唔係一個普通嘅部門，係專管呢啲管理層有問題嘅時候咧，就去到 COB 啦。COB 嘅5大職責咧就係咩咧？全部都係你會用到嘅。OK 我哋監督 JMB、MC 發展商嘅管理行為啦。咁 COB 就管理呢一個啦，包括咧佢哋有唔有按住呢個 share unit 咧正確收費？我嘅地契咧明明係咁大喎 ，share unit 係咁多喎，但係點解我嘅收費唔啱嘅，貴啲嘅？嗱，條數咧有冇合法使用？即係每個月大家交啲錢咧，你有冇合法去照住每個 agenda 咧去使用個錢？咁 AGM、EGM 嘅呢個開會嘅程序係咪正確？係咪有跟足嗰個程序嚇？有冇濫權？嗰個 chairman 嘅話，你有冇濫權？有冇用你嘅職責咧？即係可能使用呢個公款啊、公帑去做自己想做嘅嘢，或者腐敗啊啲作為咁樣。咁樣簡單講咧，其實 COB 嘅呢個監督公寓管理嘅警察啦佢係監督公寓嘅警察，即係唔係我哋開槍實彈嗰種警察，但係就係監督呢個管理大廈嘅警察。第二咧就係接收住戶嘅投訴舉報。咁 COB 嘅作用咧就係你可以住戶係可以投訴嘅。如果你個公寓咧有呢啲問題，長期唔整電梯，你每次去 complain 嘅投訴都唔整電梯，漏水 complain 又唔去處理喎，跳數又唔清唔楚咁喎。咁喂大佬過咗成年喎，你唔好話 AGM 都通知信都冇收過一封，咁唔召開呢個 AGM 嘅會議嘅，咁亂收費一陣又話要每戶咧要夾500蚊啦做呢樣嘢咁唔俾個業主查數，咁呢啲嘅管理層肯定係有問題啦，或者單位同單位之間漏水嘅糾紛又唔去處理。結構性你發現你其明明好明顯就有好多問題喺度嘅，但係冇人做嘅喎。所有呢啲嘢咧，其實你都可以向呢個大廈管理嘅警察，亦即係咩話 COB 去投訴。係啦，咁 COB 咧其實有權係派佢哋嘅政府嘅專員officers 咧去到現場嘅，去現場做咩咧？其實做調查啦，冇錯，去做調查。咁咧要求咧去提供啲文件而且俾 warning letter。咁佢哋可以發出一啲 instructions 咧同埋命令。咁呢個係COB 最強嘅一個部分，亦係合法嘅命令嚟嘅。係啦，冇錯。管理層咧其實佢需要完成某一啲維修咁比如話咧，發展商個第一個階段發展商，跟住之後再嚟 JMB， 再嚟 MC， 咁提交個數目啦，要公開每年嘅呢個財務報表啦，或者係糾正一啲財務嘅一個收費啦，或者完成一啲未修復嘅缺陷我哋話defect咁呢啲命令咧都係有法律效力喺度嘅喎。第4點啦，就係呢個介入嚴重嘅管理問題嘅時候，比如話咧就係你有啲委員咧亂鬥數目好亂錢唔見咗點算好？喂，管理層咧呢個嚴重嘅不實行為係啦，有唔有咧？可能話有啲管理層攞咗啲錢甚至乎係做自己想做嘅嘢咁 COB 可以做啲咩咧 ？COB 就可以解散有合法嘅命令去解散呢個 management corporations MC 咧，或者係 joint management body， 咁佢去委任呢個administrator 臨時嘅託管人 administrator
強制係進行維修工程，咁擺喺度咁耐都唔做嗰啲嘢，咁去強制佢哋去維修啦。咁佢就等於係呢個接管大廈嘅一個緊急法嚟嘅，係啦冇錯。咁第五樣咧就係 SMT 嘅中宰庭啦，中宰庭嘅前置處理單位。咁你要去 SMT 告邊個之前咧，其實係 COB 負責嘅，即係未去到個 tribunal court 嘅時候，你係去到 COB 投訴先嘅。COB 負責嘅係咩咧？佢嘅記錄啦，即係所有嘅呢個佢嘅投訴記錄啦，佢嘅調查結果啦，佢所搜證翻嚟收集嘅呢個資料等等，所以佢喺前邊咧會做個前置嘅呢個程序。係啦，將所有事情 ready 之後咧，你先可以進入呢個中宰庭嘅喎。嗱，咁第九啦。維修嘅糾紛最常見嘅3個情況啦，呢個係非常實用嘅。第一 ，common area 電梯圍外牆入水、屋頂漏水。嗱，大多數嘅呢個 common property 咧，其實咧係 JMB MC 必須維修嘅，即係如果第二階段未有 MC 之前咧，就係 JMB 負責啦，過渡嘅呢個管理層。咁嚟到 MC 有trust title 嘅時候咧，就 MC 管理啦，就佢哋需要負責維修嘅 common property。咁如果佢哋唔維修嘅話，投訴去 COB， 咁唔需要再去 SMT 噶啦，唔需要去中宰庭。情況第二咧，如果你嘅單位內部漏水嘅話咧，就分為2種喎，你自己整壞，咁係你要自己去負責噶咯喎，啱唔啱先？咁如果問題咧係來自公共嘅呢個外牆屋頂滲入嚟嘅話，漏水咧，咁管理層就要負責㗎啦。就比如可能有啲廁所嘅外牆滲入嚟嘅，咁佢哋檢查過後咧，其實係外邊嘅因素，所以係邊個整啊？係管理層要去負責嘅。但係因為喺裏邊你自己改啲水管改到唔三唔四咁樣亂七八糟咁呢個時候咧係你整壞個水管，咁你要負責或者係你整壞你鑿個地下，跟住漏水漏到去樓下嘅單位，咁當然你就要出錢整翻啦，係啦。所以管理層咧就負責維修，你亦都可以要求合理嘅賠償嘅。合理賠償咩啊？即係你負責整，跟住俾張單佢哋咯。咁如果有啲咩爭議咧，你就揾一個工程師去有牌工程師去做一個調查嘅一個報告，咁再去到 COB 啦，係啦，政府嘅 COB 之後再入紙去SMT 中宰庭，係啦。情況第三咧就係管理層亂收費、唔透明，或者甚至乎唔俾條數你去 check。係啦，咁你可以依法咧去要求啲財務文件合約，你嘅所有會議 AGM 嘅 EGM 嘅記錄。如果佢哋拒絕咧，你一樣可以去到 COB 或者 SMT 都可以處理呢2個部門。第10，你可以咁做。第一個 step 咧，你可以確認你嘅你層樓係咪呢個 structure title？ 如果高樓肯定係㗎啦。有地嘅屋可能而家比較爭議性嘅係有地嘅屋啦，有啲係 structure， 但係大部分舊嘅以前嗰啲係 individual title 啊嘛，個別地契嘅，係啦。咁呢啲高樓咧必定係㗎啦。Step 2咧，你 ready 你啲文件啦，你嘅買賣合約啊，你嘅如果你覺得去亂 charge 你嘅個 service charges 啊，或者你有相係嗰啲大廈維修啲視頻啊，佢哋都唔去整或者係你自己出錢整完咗，其實係佢哋嘅責任。咁維修嘅報價所有 AGM、EGM 嘅記錄你覺得係有問題㗎，準備好呢啲 document 嘅時候咧，第3咧就選擇好個管道啦。咩管道咧？究竟我去 COB 咧，定係我揾管理層咧？你要揾管理層先，佢哋唔理你，跟住投訴去 COB 之後再入紙去 SMT 中宰庭。必要時揾個律師幫手。係啦，呢條片咧就講到呢度啦。咁呢條片咧就幫你去將發展商 developer。JMB Joint Management Body、MC Management Corporation、COB Commissioners Building， 跟住 SMT 就 Structure Management 呢個 Tribunal， 將所有嗰啲相關嘅法令咧全部系統化整理完啦。咁如果你係 owner， 你係業主或者係 JMB 委員、MC 嘅委員或者係發展商，你面對咗任何糾紛嘅話，你可以喺留言入邊同大家分享下。咁你究竟係咩身份或者你面對緊咩問題咁我哋大家分析下啦，會用啲咩身份同埋法令咧，去教你一步一步去處理啲問題。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咧，記得 like、share， 尤其咧係分享到你嘅呢個公寓嘅社群入邊，去救多啲人啊！好啦，尼古樂斯講到呢度啦，我哋下一條片見。